选调。来啊，咱着唱摇花唱歌，来咱的石盘出欢喜的声。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。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赢过拢总的上帝。大家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在我们耶和华所定的主日来相聚，让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我们耶和华。我们也对我们所有邻居说：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
用我的公义右手扶持你。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，让我们的一切荣耀都归于你。让我们透过牧师的讲道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所要传达的旨意。让我们空空的来，会满满的回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你。还得这样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。这是咱做伙来吟一首的圣诗，圣诗第5首。圣诗第5首：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天顶讲起上帝荣光，穹苍报扬主招全，日暝三煞，无言无语，传出财物真丰富。请咱即时起立，做伙来吟全首。这时，咱同心出声来宣读10条诫，警醒咱甲上帝的立约。第1诫，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第2诫，拢毋通做伊的像，毋通拜伊。也毋通服侍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，断断无用用别个上帝匹配我。怨恨我的，我归咎伊的罪，对爸到囝到3、4代，听我受我诫命的，我施恩，互伊直到1000代。第3诫，毋通滥散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。因为滥散称伊的名的，耶和华的确无掠伊做无罪。第4诫，着日日按叫日守伊做圣，6日内应该着磨做你一切工，独独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的安息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精生。以及住伫你中间的主外人，
一切工拢毋通做。6日内，耶和华创造天地海，甲迄当中万物。第7日就休，所以耶和华祝福伫安息日，设立伊做圣。第5届，要孝敬你的老爸、你的老母，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有长。第6届，第7届，毋通行奸淫。第8届，毋通偷窃。第9届，毋通做假干净，陷害你的厝边。第10届，也毋通贪你厝边的某、萝卜、乳猪、牛、以及你的厝边一切所有的。咱即时同心来祈祷，全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你早前颁发10条诫伫以色列人的当中，现在阮犹原要来听，要来守。虽望这10条诫要守真无简单，求主你赦免伫阮一切辜负，互阮要紧的是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因为你是独一真的主。阮知影，我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，若无，阮就正做迄个空的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阮伫遮会当带着一粒渴慕的心来找求你，透过伫今仔讲道者释愿牧师所要讲的信息，互阮来听见，遵守来行，使阮有一个会听见的耳孔，以及一粒受教的心，互阮遵守你的律法，一切伫阮会行做的当中。主，阮学了感谢你，你拣选阮成做你的百姓，互阮正行为伫你的面前，伫遮来敬拜时，主，你就要甲阮三甲之地，互阮伫遮设这段来敬拜你。主，你踮伫阮的当中，圣神亲自来拍开伫阮的心门，互有耳孔的就听，有喙的就讲哈利路亚，学了感谢主。当阮从今早起的圣会下午到尾，拢交托仰望伫你，愿主你亲自掌权伫阮的生命当中。祈祷恳求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来读启应文，启应文是伫圣诗后壁面，启应文第3篇，是记载伫诗篇第8篇。我来起，咱大声来念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！你将你的阳光摆设伫天里，对婴仔甲食年的喙建立能力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世间人是甚物，你少念伊。你予伊比天使离仔较殊，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就是一切的羊甲牛，天中的鸟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！这时咱来看一位圣经，是记载伫旧约列王纪上17章2到6节。列王纪上17章2到6节。第2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讲：你着离开遮，越对东西去。密伫约旦河的东西基立溪边，你要啉迄个溪的水，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攻击你。伊就去照耶和华的话来行，去点伫约旦河东西的基立溪。
早起时乌鸦甲伊带饼甲肉，下昏时也带饼甲肉，以啉溪年的水。上帝话读到遮，咱即时请淑安牧师来讲道。伊所要讲的信息是：上帝差遣乌鸦。大家平安。上帝差遣乌鸦，乌鸦嘛会当成做上帝真要紧的一个使者。以色列国当亚哈王开始做王的时，伊就带亚西伯做伊的某。咱知影以色列地是属敬拜上帝的地，但是当伊带亚西伯的时，伊无即个亚哈王无互以色列百姓好好去敬拜上帝，反倒当军队亚西伯拜巴力。所以伫迄个以色列全地的所在，迄个每一个所在，因拢起祭坛伫遐拜巴力。所以因为逐个所在拢拜巴力，无敬拜上帝，至到遮个代志激起上帝的受气。就伫迄个时阵，上帝找以利亚来到伫亚哈王的中间，甲伊讲：你着爱停止敬拜偶像。总是亚哈王犹原无要听，继续伫迄个所在起足祭巴力的祭坛。所以上帝真受气，就伫今仔日的圣经的中间，就开始以利亚伊就对亚哈王讲：我记仰我的上帝，以色列的上帝，我就是我，徛起伫伊面前的来讲。即几年我若无讲，就无要落雨，就无落水，就无要落雨。伊讲我若即几年若无讲，其实华语的圣经讲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原来伊是安怎？以利亚伊用讲无爱落雨，无降落水，伫迄个所在用来刑罚以色列百姓，也是来激起以色列百姓来明白，只有上帝是真神。原来巴力就是亲像咱今仔日台湾的土地公，伊是管风雨，迄个暴风雨，甚至是滋润土地、润泽土地的神。所以当因到伫春雨甲秋雨的时，因真要紧，一定要有雨水。你今仔日若无雨水，咱知影毋是亲像今仔日咱有足济，阁有啥物水库会当来积水。伫迄个时阵是真正靠天食饭。今仔日若无有春雨，嘛无秋雨，因拢无落雨的时，因的政策就拢完蛋啊。所以因所敬拜的迄个巴力神，就是咱的土地，亲像咱的土地公神，伊是咧管辖农作物、五谷丰收、菜蔬丰收的神，是丰富的神。所以上帝就透过以利亚伫遐来甲伊挑战。我今仔日若无祈祷，你就无雨水。伊所带的某就是亚舍勒，巴力的某就是亚舍勒，就是咱今仔日所讲的土地婆。咱知影亚舍勒是一个生产的一个女神，所以因伫因的观念的中间，伫迄个巴力迄个拜偶像因的观念的中间，就是春雨甲秋雨来的时，遐以色列百姓，就是迄个因遐拜巴力的人，因就相信伫迄个中间，迄个巴力甲亚舍勒因伫遐交配，所以伫安尼因就会当生产，咱的五谷伊就会丰收。安尼咱就会当了解是安怎伫迦南地中间，伫因的庙里有神迹，就是庙宇的迄个基路。所以遐个男性，因伫迄个拜巴力的迄个伫拜亚舍勒的迄个神庙的中间，因大概伫迄个中间，甲迄个遐个庙林的基路，伫迄个所在，甲因有迄个交合的时，就伫遐咧讲，我咧敬拜巴力。今年互我的土地会丰收，所以上帝就透过以利亚伫迄个所在讲我今仔日若无祈祷，就的确无落雨，就无有雨水。咱知影，因为安尼，迄个亚西伯甲迄个亚哈王非常的生气，伊就伫全国的中间，伫迄个所在，伊要来掠伊，所以伊拄着伊的家管，甲伊的家管讲，你去甲亚哈王讲。因为迄阵已经饥荒超过3年啊，伊讲你甲亚哈王讲我要找伊，伊讲你袂使害我啦，因为伊家己嘛有唱上帝的迄个先知，迄个
100个伫迄个所在。伊讲你袂使害我啦，你敢知影？就有即第10节所讲的，我基因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，无论对一族，无论对一国，我的主人就是亚哈王，也是亚西别，因拢咧找你。因若讲，你咱去靠迄个国、迄个民族的中间，讲你有看到以利亚无？伊讲无，伊讲安尼无你就算，我真正无看到伊。安尼你就知影讲，亚西别甲亚哈王非常的生气，一定就是要互迄个以利亚死。就是因为安尼，上帝就甲以利亚讲，伊讲你着离开即个所在，到当时去伫约旦河边的基利溪边，你去伫迄个所在，然后伫遐也阁有溪水，你伫遐有溪水通食。我会找乌鸦来攻击你。伊嘛真听话呢，伊真正就起来，到伫迄个基利溪。乌鸦真正照时，透早也是下昏时，拢有夹饼甲肉来互以利亚食。伫即个饥荒的中间，来供应伊生命的需要。所以伫这个圣经节的中间，咱要来看以利亚伊顺服上帝。对遮，咱要来看见咱今仔日所要得到的信息，就是以利亚伊到伫迄个听上帝的话，伊就开始逃走到伫迄个基利溪边。咱知影基利溪边毋是伫以色列的境内迄个所在，是伊爱搬几粒山，足济粒山搬几粒我毋知，但是伊就是爱离开纵远以色列的所在，搬几粒山去住伫深山内的基利溪边。伫迄个山洞的中间，边仔有一个基利溪，迄个时阵开始饥荒的时，抑阁有淡薄水，所以伊就伫遐食遐的水。逐下知影真正有乌鸦夹肉来。乌鸦毋是一只尔尔，那一只吼，夹无够伊食啦。是上帝有找几啊只的乌鸦，夹饼来送到伫迄个以利亚迄个以所密的山洞迄个所在。逐工迄个蛋白质有够，就是咧支持伊的身躯的气力拢有够业，互伊要枵着。伫迄个饥荒的中间，有饼有肉通食。上帝是安怎要找乌鸦？圣经无交代，总是咱看会到的，就是伫即个基利溪边这段时间，可能几个月，伫迄个中间，伊拢无枵着。所以伫迄个中间，当迄个溪水因为拢无落雨，溪水渐渐少的时，上帝就伫迄个所在，佮甲伊找劝讲，安尼你起来。伫圣经列王记17章第9节讲，你起来到伫西顿的撒利法迄个所在。伊伫遐，我已经会命令一个寡妇伫遐来养饲你。咱的上帝吼，实在是，互人有哪会紧张？你敢知影？你要甲我陪伴伫即个饥荒，你要爱一个寡妇来饲我吼，你嘛爱找一个较好野的，互我无枵着。毋过上帝叫伊去遐，伊嘛听伊的话呢。即个寡妇毋若无啥物钱，佮极其善啦，世界善的就对啦，极其善啦。讲较夸张的，就是讲世界善的啊。到伫迄个城门的时，真正有看到迄个酒馆人伫迄个所在抾茶。以利亚就甲伊讲，恳求你养水，互我淡薄，互我啉。伊要去养水的时，以利亚佫讲，无你先煞摕一寡饼来互我食。即个妇人人讲，我基永远耶和华的上帝来讲，我根本就无饼，我敢若剩米粉一丝仔米粉尔，我的饭内剩一丝仔米粉，我今仔日佫剩一寡油。我较顶仔做咧，含我的囝食，我准备要死啊！我敢若剩遮尔食要死。若照正常，剩迄丝仔吼，毋若食袂饱，有若真正准备伫饥荒遮尔济年、几啊年的中间，2、3年的中间是稳死的啦。总是以利亚甲伊讲，你毋免惊，照你所讲的去行。所以你大先做饼来互我食，然后你较为着你的囝来食，因为上帝已经当然一定是有甲以利亚讲啊，讲。桶内的米粉绝对袂减少，饭内的油袂了，到耶和华落雨的日子，你的饭内的米粉，你的饭内的油拢袂减少，直到迄个饥荒过去，恁拢袂枵着。妇人人真正都安尼做，照安尼行，所以圣经讲，伊含以利亚食几啊日，看起来是毋是真含糊？总是上帝咧做工，就是真正你拢袂想到。咱大圣来讲，
以利亚当伊顺服上帝时，看起来伊的环境无较好。上帝要叫我做工，上帝要派我去迄个非洲做工，你无你嘛派我讲去遐，我会当做舒适的。我伫台湾我有冷气，我伫遐做舒适的。你派我去迄个深山哪来，还是迄个还未开发的国家去迄个所在传福音？咱有时咱会安尼想，会足艰苦袂？总是咱看见早期对伫英国，还是对伫加拿大遐个宣教师带到台湾咧传福音的时，因真正就是安尼啦。迄个时阵，英国还是迄个加拿大，因其实因的文化，因的各方面的生活比咱加足进步，因有医学，咱台湾通拢无咧。因160年以前来台湾，啥物货拢无咧，查某人是袂使读册的呢。今仔日查某人会读册，嘛是对遐宣教师一号一号去叫，讲互恁的查某囡仔来读册啦。迄阵台湾佫拢拔，还佫咧卡佫咧拔卡咧。遐宣教师讲莫拔卡啦，啊，互因来读册啦。咱台湾人讲迄个查某人，你着爱三从四德，较着爱读册。遐宣教师安怎做？伊讲拜托你来读啦，拢毋免缴钱，我负责恁遮个查某囡仔。然后是光桥呢，因光桥一号一号，甲因光去伫迄个中营路中，伫迄个所在中营路2读册呢。佮教用风琴，迄阵是迄个世代风琴，佮教因弹风琴呢。所以160年会晓弹风琴的人是不得了呢。咱台湾的中学是安尼来开始。有女儿开始读册，也是有医学，就是马街病院，也是迄个今仔日的新老病院啊，包括佫有中基，这拢是迄英国的宣教师，因用偌济牺牲因的性命到台湾。所以常常讲，因到伫迄个原住民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吼，今仔日刺手铁了，因为迄阵无交通啊，迄阵的路无亲像今仔日遮好啊，因对安尼。对伫迄个高雄、基后开始行去山区传福音的时，转来讲刺手拢断啊，无电嘛。咱迄阵真正实在是环境遮歹，所以咱看去讲，上帝今仔日呼召我，呼召以利亚讲遮个遮尔严苛的话，互亚哈王和亚瑟别受气。迄若有的人就抱怨啦，我为你做工是安怎受遐济苦？总是咱今仔日的故事，互咱看见。上帝拢家己负责，这就是我常常咧讲的。是今仔日上帝爱我去对一间教会，今仔日上帝爱我创啥，我就顺服。我毋敢用我家己的旨意。有人讲我干那要踮台北大间教会牧会，总是我毋敢。今仔日你若家己决定，毋是上帝的旨意，你着家己负责。人偌敖，人佫较敖，你拄着下面吼无共个性的人佫较敖，你着挡袂牢。总是我今仔日听上帝的话，我虽然足含慢，上帝替我料理，啊，这是我家己的经验。足济大问题，严重到要对讲的是，我祈祷上帝就闪过。上帝改变人，上帝改变环境，上帝互我伫逐种的艰难、关困难关过。虽然以利亚所看见的环境是遮尔歹，总是伊无夭着。上帝照时间。工拢有饼、甲肉，甚至溪水通啉。后来就是叫伊去到伫撒勒法的附近人迄个所在。虽然伊剩一丝丝仔面粉，剩一丝仔油，总是当即个附近人欢喜安尼做的时，因3个人伫饥荒2年外的中间拢无去夭着，有可能超过3年，拢无去夭着，因3个拢食甲饱。我咧讲还毋过吗？但是我自己经历，那个没有的变成有。伫你足迫切需要的时，我咧祈祷上帝，我咧讲我迄个咧替人祈祷，我咧赶鬼的迄个橄榄油，都拢无去啊。但是伊佫走出来，这种的见证伫基督徒的中间，太多人了经历了。所以，咱伫这个故事的中间，咱真正看见，咱的上帝。是掌管天地的上帝，是凡事都能的上帝。伫人看见拢无可能。我常常爱讲一句话：前无路，后无步，伫上帝就会开路。所以我拄着世间足艰苦，我毋知影要安怎突破的时候，我来祈祷上帝，很奇妙，就另一条路就出来。
我会当真顺遂行平坦的路。基督徒毋是一帆风顺，毋过上帝应允，伊要陪伴你。你无可能的事，伊咧甲你开路，伊咧甲你办展。所以伫遮咱看见上帝掌管天地，也咧看见顺服的要紧。当你顺服的时，上帝甲你负责。乌鸦甲饲，妇人人甲饲。咱看见，毋若除了伫即点的中间，迄个尊坦，迄个人甲上帝的关系非常的要紧。无论环境外歹，咱拢相信上帝的恩典会甲咱抵得。你若我可以，上帝的恩典会甲咱抵得。伫即个故事的中间，我犹原看见信心的要紧。迄个以利亚有信心，上帝甲伊讲的话虽然足困难，伊爱面对迄个大山，就是亚哈王甲亚西别，因迄有王的势力的，伊爱面对的是迄，总是上帝甲负责甲足好势，互伊秘伫深山哪来，伫遐无夭着，互伊秘伫到另外一个的所在，但妇人人的迄个所在。虽然看起来食物拢无，毋过拢无夭着。安尼咱就是咧看见信心的中间是爱行动。即个妇人人伊的信心爱行动。伊若要讲我真枵到要死啊，我来食就好啊。我甲你讲，伊若顾家己食，伊无要互以利亚食，伊也真正迄顿食了就死啊。总是伊听伊的话，伊互以利亚食的时，因三个人无论活到几日，拢食啊，拢无夭着。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伊要安怎做工我毋知。毋过上帝若咧做工吼，咱真正爱有信心去信任伊，没有什么逻辑啦。上帝甲迄个青梅讲，迄个耶稣讲，用配喙呢，用土粉糊的糊伊的目睭，讲你去溪仔水洗洗咧。伊若无信心，伊若无行动，我甲你讲，永远就青梅。毋过你会当咧想啊，较有即个逻辑咧。你也无医药，你也无安怎，你干那叫我去洗就好。毋过上帝就是要互你好咧。你若是有看见慈神爱所这本册的故事，迄个故事就是咧讲一外国足庄口有一个姊妹，丈夫已经无去啊，伊是单亲妈妈，婴仔佫细汉，还佫过来囡仔，真正无钱，伊足艰苦的，伊有信仰。伊就祈祷上帝，求上帝甲开路。伊有一个感动，伊就伫纸写伊足济的生活需要，然后伊就去点仔的所在，迄是几百年前的代志。伊就去点仔的所在，甲伊讲：我要买啥物物件？啊，伊讲：你有偌济钱？你要买啥？伊讲：我要买遮，但是我无钱。伊讲：你无钱，你要来食遮？伊讲：我的上帝会甲我陪伴。伊讲：无即个代志啦，你无钱，你佫真正要买？啊，迄个姊妹，伊就是甲伊哥哥甜，伊就无要离开。伊讲，我相信上帝甲我陪伴啦。我今仔日一定就要伫你即个所在，摕我所爱的迄个生活需要。啊，即个妇人人讲，互伊安尼哥哥甜，足不耐烦的讲，好啦，咱古早时代亲啊是迄个用双方称的嘛，对毋对？双边称的嘛。伊讲你怎囥的？你怎囥的吼？那真正吼。偌重，我就摕偌济物件互你。啊，伊已经写好啊。我要爱牛奶粉，因为囡仔爱。啊，我迄阵咱是无料珠啊啦吼，我爱牛奶粉，啊，我爱油，我爱米粉，等于做饼，吼写足济，伊嘛写啊落长。伊纸船囥伫迄个亲啊，迄个平衡的亲啊顶悬甲囥的时，迄个亲啊船起一边，啊，迄个姊妹船纸佫摕起来，亲啊就佫平衡。佮甲囥咧，佮起一边，啊！伊一直甲伊讲好啊。伊讲你的信心偌重，你囥咧啊。若偌济我就偌济互你，伊已经讲出去啊。好，伊阵看到伊真正研究足久的，无法度伊讲去摕。迄个姊妹就照伊所有需要的迄个生活需要摕足重的啦，就摕转去啊。啊，迄个商店的迄个姐妹，伊就足毋相信的。然后后来的人客来。买物件安尼称，甲称下去的时，佫真正是，佫真正是迄落正常呢。是安怎？刚才那个姐妹来，即个亲人太拢卡掉咧，啊，毋过别人来拢正常。总是咱知影，咱太侪即种的经验，伫人看做无可能的，上帝做工。共款伫慈神爱所有一个故事，讲一个姊妹。
当伊坐游轮，甲足侪人去旅游的时，伊就伫迄个船顶伫遐传福音。然后有一个无神论毋相信，常常伫遐甲伊赌，甲伊乞笑。迄天坐船的是即个姐妹头壳晕晕，伊就坐伫迄个位置的顶悬，两只手船用安尼，船开去，啊伫遐祈祷。伊讲上帝，我真足想要食柑仔，一粒就好。我足想要食柑仔，请你柑仔互我。啊，即个无神论来，拄摕2粒柑仔伫遐咧佚佗，看到伊的手安尼，觉得很好玩，佮目睭闭起咧困船甲困的。啊，然后伊就甲起笑。你的上帝偌高，你若要食物吼，这嘛是我会当甲你分享的，这拢我互你的。伊讲是我互你的，但是迄个姐妹甲伊讲，我感谢主，我甲上帝求1粒柑仔，上帝赏赐我2粒柑仔。我想即种的信仰伫咱的中间，很多人都有经历，所以咱真正看见上帝要安怎伫咱的生活来加做咱的祝福，加做帮助，咱毋知。但是我知影他是全能的上帝，伫足侪无可能的事、神迹奇事，伫咱的生活中一直咧产生，咱拢会拄着困难，咱会拄着经济的困难，咱有拄着生活的挑战。有一届，有一个牧师因后生，伊迄阵已经伫迄个我听即个故事已经20几年，牧师家己讲的，伊讲。伊吼伫迄个电脑公司，我毋知影伊咧做啥，但是迄个电脑宕机，因真侪的货物吼，都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流通，所以因后生伫迄个是工程师，伊足紧张的啦。伊准甲因爸爸讲你甲我斗祈祷啦，我即个电脑开一直足侪的迄个客户的名单，啊足侪货物的出入，我拢无法度，啊电脑已经规个公司拢宕机，那安尼阮真正会完蛋啦，啊伊就求因爸爸斗祈祷。刘竹春牧师做见证，伊讲当我祈祷的时，看到一个电脑的牙，伊讲你甲电脑牙甲刺落，电脑恢复，一切公义自然。我想这毋是刘竹春所讲的尔定，咱家己的教会，我相信嘛有，我的教会、我的会友，这种经历太多了。因为咱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是，咱的人生有足侪的艰难，咱有足侪的艰苦，但是我靠伊的，伫迄个环境足歹的中间，亲像以利亚，伊的环境其实足歹的啦，人要害伊啦，佮饥荒，佮叫伊去散乡的附近人因斗住，但是上帝的供应，互伊伫即个真歹的环境的中间，伊所看到的恩典满满。上帝若要帮助伊，没有什么逻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他既然是上帝，一切都会成就。这是伫以利亚，伊顺服上帝，咱所看见的。顺服上帝的人，无论环境好歹，伊的恩典拢的确会甲咱三角地对，因为伊甲咱地对，恩典就伫咱的生活的中间一直来咧产生。当然，透过这种的经验，上帝嘛是。咧建立以利亚的信心搁较加添，互伊看见的环境歹，但是伊顺服上帝时，上帝对伊的照顾拢无减少，迄是咧加添伊的信心，因为伊头前有搁较大的工课爱去做，有更大的挑战要爱去面对的时，伊需要对上帝的信心搁较大的建立。搁来，咱来看上帝是安怎要找乌鸦，我无了解。到底是安怎上帝要找乌鸦？但是这是上帝的主权。你知影乌鸦？伫迄乌鸦伫迄个遮准无去。乌鸦伫圣经的中间，就是利未记11章15节的所在。利未记11章15节的所在，所以乌鸦是一个无清气。会食物，咱知影伫利未记，啥物物件通食，啥物物件毋通食。伫足侪的鸟食，伊有讲足侪，其中就是讲，迄个乌鸦是伫律法中是无清气的，是毋通食的。咱无法度了解是安怎上帝要找一个无清气的乌鸦的鸟啊，来到伫迄个互加肉来互以利亚食。今日我若是以利亚，我是毋是会足挣扎？
亲像我今仔日伫一间厝房关的，上帝讲你毋免烦恼，你担心内底祈祷挖去我就好。我逐工会叫鸟鼠啊夹肉来，我看我惊着死啊！总是其实因对乌鸦就是即种的观念，因为乌鸦常常会去偷食人兜的物件以外，甚至伊阁会食尸体，是不清洁的，是不洁的。毋过是安怎上帝要找伊？我无了解。总是罗马书2章11节讲，因为上帝无照外貌处人。华语圣经讲不偏待人，什么会叫做上帝不偏待人？迄个不偏待人是咧讲，无论你是读大学，无论是你做新郎，你是做乞食，你是做大贼狗，你是查某人，你是老人，你是少年的，你是对一个民族，你是黑人，神不看哪一个人啊，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。圣经讲得足清楚。所以圣经伫遮佫讲，今仔日伊甲扫罗王讲，当时的扫罗王是头一个互上帝抹油。上帝讲，今仔日你的王位无久，耶和华已经找一个合伊心意的人。是安那上帝要废掉扫罗王？那扫罗王的外表毋是足好吗？伊人大汉佫缘投，伊佫是战士呢，互伊做王是一定是好的。总是因为伊背叛上帝。伊无好好啊敬拜上帝，伊乱来，伊敢若伊的嫔妃一堆，伊的心拢无有伫信仰的中间，就是伫外面黑白来。所以上帝讲，我要拣一个合伊心意的人，啊，迄个合伊心意的人，就是咱今日圣经所讲的，就是大卫。所以上帝甲撒母耳讲，你去亚西因兜，伊遐有我甲伊备办的一个王伫迄个所在，你去抹油。伊去因兜的时，伊有几来查甫囝。当伊看到上大汉叫做以利亚，好，伊讲头壳咧想讲，一定是这个。第7节安怎讲？伊看起来是身躯大汉，面貌水嘛，安尼就是撒母耳看见以利亚缘投佮大汉，这一定是上帝所拣选的。总是上帝甲伊讲，你毋通看伊面貌水，佮伊身躯大汉，伊是我所拒绝的，因为耶和华无看人，无亲像人看人。是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心内。啊，真正是人看外貌。有一天我伫罗家教会，有一个讲师去阮教会讲道，阮迄个老姊妹就甲我讲，牧师，这个牧师缘投呢，好，我伫道理拢听会落。我讲啊，你看安尼，道理是要互你听，对毋是要互你看面的？伊讲无，我若看迄面足歹的吼，我就听袂落。啊。着爱查某人佫水，啊查甫人爱缘投，安尼我听道理就听会落。啊，着真正就是有人啦，有真正着有人是干那看外貌啦。总是上帝讲你毋通看外貌，安尼上帝咧看啥？拄我所讲的合我心意的人，就是大卫。总是大卫伊嘛有犯错呢。伊安怎？伊偷别人的某，佫甲伊行奸淫，甚至伊照刀。杀人，杀因翁呢？杀迄个查某人因翁呢？照刀杀人呢？要暗砍家己的罪呢？上帝叫拿单去因兜甲伊讲，你就是迄个罪人，你就是迄个大歹人。恁兜遐一只羊啊，你无要杀人客来，你无要杀恁兜的羊啊？因兜干那一只尔，你去掠人的羊啊来杀。拿单甲伊责备讲，迄个人就是你，伊是安怎合主心意？伊犹原会犯错，但是伊伫遐随时认罪。伊讲我得罪耶和华，哪当甲伊讲？因为伊认罪，上帝已经撤销你的过失。总是大卫也阁毋是安尼，伊心足艰苦。伊讲伊伫诗篇里安怎讲？伊讲我逐工害惨，伊为着伊所犯的罪，遮尔大的罪，伊良心不过。伊讲我害惨。我眠日流目屎，遐目屎淹我的门床，连我的被拢扣甲淡漉漉。伊伫上帝面前必须认罪。当伊知影伊毋对的时，伊随时认罪，伊毋敢得罪主。毋是伊偌完全，毋是伊偌好。当因兜的人要敬伊的时，因兜有7个兄弟拢伫迄个撒母耳的面前行过时，
因老爸咧讲，上无阮即7个中间，其中一个嘛最王。结果上帝讲拢毋是，伊讲撒母耳讲啊，抑阁有送。伊讲一个细汉囝来教囡仔尔，咧顾羊啊，伫迄个旷野的中间，伊讲你叫伊转来。结果上帝讲是即个，你认为不是的，你看袂起的，你感觉讲即个人，等小安有资格通啊读神学，等小安要安怎牧会，严伊就淘汰啊！迄是你咧看，总是上帝看，是我真正欢喜顺服，无法度的是我可以。地到遐笑我，我拢常常讲因50岁就淘汰啊！我阁会当牧会到70岁，今仔日我72岁，我抑阁会当做工。上帝也要阁用我，毋是我外敖，是因为我足含慢的中间，我靠上帝，我毋知影安怎的是，阮上帝叫我要安怎，迄个启示就走出来，互我伫足有当时进退两难的工作的中间，甲我开一条路。特别人甲人的问题上麻烦，毋过上帝就会甲我解决。上帝毋是冤高人，上帝是用迄个合伊心意、欢喜听叹伊、照伊旨意来行的。所以咱看去大卫，伊互上帝拣选的是，迄个伊讲合伊心意的是，毋是伊比咱较伟大，伊犯的罪有时比你较厉害，比我较厉害。总是因为伊知影毋对的是，伊随时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。今仔日你我拢会当互上帝用。过去的杀人犯，扫罗较早就是杀人犯啦。司提反用石头钉死的是伊伫边仔是咧欢喜呢，伊是杀人犯呢。但是伊拄着耶稣，伊改变的是，伊伫圣经写13本的圣经，诚做咱今仔日信仰的建立。2礼拜前来，林正路传道，伊是黑社会的帮头呢。伊开酒家，伊开交警，伊逐项拢会。总是伊拄着上帝时，放弃一切，甚至伊迄天我去伊遐，伊真正是足艰苦，伊叫我去，非常的艰苦。但是伊佫讲我去加甲，因为伊是大罗马，所以伊去加甲咧传福音足有力。伊会当编起来看，称字对遮装出去，对遮出来，我死无去。人甲借钱40万，伊看见迄个对加甲出来。我安怎借伊40万？伊讲其实我嘛会惊，但是今仔日诚做好朋友。迄个对感觉出来信耶稣改变。上帝用一个大罗马，今仔日诚做伊好的罗卜。上帝毋是看见你过去有犯罪啊无，上帝咧看的是你今仔日有欢喜，我靠伊，诚做伊的采用啊无。伊毋是你外敖。你共讲一个祝福的话，你用一个疼去疼别人。上帝若知影讲你为着伊要疼迄个人的时，伊会疼，但你的身躯都会惊神呀，伫对方的中间。所以一个查某囡仔小朋友6岁，一直走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迄个查甫人因为伊的迄个事业，规个拢已经是迄个已经规个拢是破产，足艰苦的。因太太挡袂牢离开伊，伊家一个坐伫迄个公园，外国的公园底下咧摇秋千的时，准备受伤的，准备了要去自杀。一个查某囡仔一直跳，总甲伊讲：“嘿，你好，今天天气很棒，你平安。”伊阵忽然醒起来，这句话对你来讲无啥物对毋对？总是上帝若要做工，这句话都会感动人。伊讲我抑阁有望，一个囡仔对我祝福，我也平安。这个人阵改变奋发起来，虽然经过一段真艰苦的路，总是后来有反转。上帝毋是咧用偌济知识的人，上帝毋是咧用大牧师啦。你的牧师若足够讲道，你一点仔疼心拢无，神也会说我不认识你。毋是伫教会你奉献足济，你伫遮讲足大声话，上帝就用你。上帝不管你过去安怎，检测你过去，也是我是安尼。我是大贼狗，我是杀人犯，我做了太多的错，我犯了很多罪。不过我即摆来等到伫上帝面前，这个时阵我欢喜尊主最大行伫上帝心意的人。
上帝拢会采用你，亲像采用乌鸦一般样。这是你的愿望，也是我的愿望。所以对即马起，咱真正热心敬畏主，照主的教示行，照伊的心意来行的时，无论你伫个环境的中间，会拄着偌大的艰难困苦，因为你所行合主心意，上帝的恩典伫你每一种的环境拢甲你支持。看起来头前是无愿望，总是伊的恩典甲你支持，自然露得出来。你回头看，充满了恩典。我想咱中间足侪人就是安尼，太多恩典。搁一项同款，今仔日要讲较现实的，转来到伫咱的教会。上帝毋是咧看这个教会偌大间，砌甲偌水，你的设备、你的硬体多好，搁较大间的教会若无疼心，对上帝来讲吼，他不同在就没有神的荣耀。上帝毋是咧看这个大间细间，你的椅啊是安怎定做的？这个不是神要看的，毋是讲无重要啦，嘛是袂歹啦。若会当有真水的礼拜堂，互看到舒服，安尼迄个感觉也是不一样。但是迄个毋是最重要，是最重要是这个礼拜堂内底咧敬拜的人，因是啥物种人？咱看见足侪间教会，起甲足大间，会友去教会吼。迄个牧师讲，教会的圣经是一定爱金钱的，公用哦，一定爱金钱的。牧师拢无咧讲，伊拢无咧准备道理，啊，伊咧讲道，伊家己嘛承认，因为伊太厉害咧。教会的社区活动要起迄个游泳池，然后有啥物？伫迄种40-50年前，安亲班教会也无遐尔啊咧。昌盛的时，因已经开始做啊。伊社区做甲足好，拢是伫社区的工课的中间，总是建立信仰、信徒的信仰的生命。无的时，属灵若无去的时，外面迄大堆，迄只不过是一个社团的活动，只不过是一个某种企业，还是讲某种教会若看重人数增加，还是奉献较济，甲迄看做比教会。追求性命佫较要紧的是，教会只是沦为企业活动而已。上帝无踮伫咱的中间。我虽然看咱教会有一群的兄弟姊妹，真正是用心咧听主咧服侍，总是我讲这个话是提醒，咱若真正用属灵的生命，伫教会追求建立，教会自然就会影响生命。教会爱听，活出真实的听。人看不起的，我们还要去爱他，因为圣经讲，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。你若无要听伊，你就等于你不要上帝。你连祭秘谁也听袂落，这个教会没有资格称为神的教会。所以，毋是讲咧嫌咱的教会，我知影咱有一群足听主的，只是当咱安尼咧认真咧做工的时，难免人会加添。因为你会听，你对伫人的灵魂有关心的时，人数会加添。毋过真侪时阵，人数加添的时，有一个危险性，咱拢咧要紧周报，人哪来哪济，奉献哪来哪济，你著变追求。其实我嘛有即个毛病，我做牧师就是安尼。我咧牧会时，人数加添，吼，我感觉足好的。迄数目吼，真做我的良心的迄种的。温度计的，足紧张的呢。总是若甲迄看做第一，上帝就变第二；甲迄看做第一，属灵的追求就无去。安尼，即间教会有啥物意义？我想这就是互咱一个警醒。上帝所爱的教会，是有一群三听的人，三甲伫遮扶持，三甲班赞，三甲造就，三甲建立信仰。逐礼拜来做礼拜的时，有去拄着上帝啊无？毋是我去一间教会，我老实讲，我坐袂牢，我对头到尾坐袂牢。我感觉迄间教会拢咧作秀，台仔顶台仔骹唱唱跳跳，呼应互相回应，做戏剧。啊，我听讲道，我毋知影牧师咧讲啥，
我这毋是咧批评人，我是咧讲我家己的感受。因为迄天有几个迷信者来，我一直讲主啊，我足紧张的呢。遐迷信者来，遐无信耶稣的来，看即间教会是咧创啥啦？你若要戏剧外面的社团做比咱较好。教会沦为俱乐部吗？你若咧服侍的时，毋是对心中发起的时，教会就沦为俱乐部。外口的俱乐部做比咱较成功。咱是咧讲上帝的听，是真正活出性命。伫教会中间，我甲上帝有美好的关系。我的性命更新，这是教会上界要紧的功课。我的生命有一礼拜拿来拿下主的心意，我的生命更新没有？我想对伫上帝找乌鸦的中间，互咱看见，外表不是最重要的，条件不是最重要的。当然有真好的条件，检菜伫你侍奉的中间会搁较无共款。总是对上帝来看，是咱真正伫咱的服侍的中间有敬畏神吗？你真正用敬畏的心，你就会准备，你就会要紧，你就会交托你今仔日所要服侍的态度。三个来记得，阿爸恳求你帮助阮更新家己。阮伫遮透过这个故事所学到的，就是阮的人生毋是一帆风顺。阮看阮家己无路用，阮看见阮软弱，阮看见阮侪过去的失败。总是上帝，你要甲阮讲，迄毋是上要紧。阮若欢喜越头转来倚靠你，谨慎顺服伫你的旨意，就阮会得到翻转，阮会得到改变，甚至要成做你美好的采用。你甚至嘛甲阮提醒，教会大细间毋是上重要，是即个教会有活出主的性命也无，有真正建立信用。起做上帝国伫即个中间也无，阮若袂当有上帝三当行，无你的荣耀，即间教会一点仔意义都无。恳求你帮助阮，好好来警醒。我将中运教会摆咧伫你的手中，因真有一群真追求的兄弟姊妹，欢喜甲教会活出伫因努力的中间，成做荣耀的教会。总是也常常警醒提醒因。无失去起头的疼心，互上帝的荣耀是哪来哪充满。教会伫即个所在，成做地方真侪人的祝福。为因备办合主心意的牧师，即个牧师对伫真理、疼上帝、疼人的建立真要紧，因为阮知影真理不是数字，真理是活出来。是甲上帝相同行，互教会真正甲上帝相同行。你的真理伫即个所在得到空阔，你的荣耀充满的时，自然失丧的灵魂、失迷的灵魂，自到伫即个所在，佮祝福将来要来的传教者，真实用上帝的心志来带领你的教会，牧养你的羊仔囝。安尼祈祷祝福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即时来吟一首的回应诗，圣诗455。上帝极疼有罪的人，上帝极疼有罪的人。体贴咱人艰苦，恩典慈悲拯救，疼叹欢喜白白予人，疼叹奇妙疼叹，疼我是主上帝，以做救主临到世间，为我定十字架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
即时我来报告，上周聚会主日礼拜有68人，奉献1980块；主日学校13个人，奉献680块；拜一妇女团契有6个人，拜三的祈祷会16个人，拜六相连团契有7个人，拜六青年团契10个人。下主日礼拜的时间分配，讲道是陈淑安牧师、诗会李敏秀执事、苏琴、刘安琪同学、同德志强长老、甲明勇长老。敬拜第二组电子琴刘安德兄弟。主日学第二组导播音控是黄家乐、刘安德。电脑的投影是郭香婷姐妹。招待夜时甲仁香姐妹。交通组是刘主任长老甲谢安南兄弟。下主日周间的时间分配，拜一妇女团契暂停因为是中秋节。拜三的祈祷会主理是郑梦媛执事、苏琴、柯玉娇长老。内岛的家庭是刘文静兄弟的家庭。拜四的探访家庭要到伫5灵魂姊妹的府上。如得探访的是我本人以及夜会执事。拜六青少年团契，因的内容是青年甲敬拜，赞美联合活动营吼。咱来看隔壁这个消息。拜六的相连团契，主理是刘主任长老，圣诗是278、343首吼。圣经是诗篇103篇第1节到第10节。伊所要讲的题目是谦卑服侍，荣耀归主。伫本周的金句记载伫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，有台语甲华语，咱三甲来做伙读请。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，无得看伊的容貌，甲伊身躯的大汉，即人是我所记说。因为耶和华在看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心内。华语，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：“不要只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，我不拣选他，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”这教会的消息报告，今仔有较侪点吼。咱耐心来听吼，详细来听。第一点，今主日相连纪念主日敬老会，礼拜中要颁发敬老金，对象是本会满70岁以上的兄弟。名单我简称省略吼，有林兆成、陈淑安、罗金体、谢安南、谢丽珠、黄文礼、萧桂冕、刘子怡、聂秀月、吴玲芬、杨丽香、柯宾汉、白淑珍、吴秋莲、黄银华、洪水印、张素丽、叶梅莲等，总共有18个人吼。愿主祝福福杯满溢。第二点，青少年团契举办中文教会乐谷设计的竞赛投票活动，已经伫顶礼拜来完成票数统计。伫今主日的当中公告，若是有得奖的甲颁奖。感谢大家一同参与活动，也请继续为青少年团契代祷甲奉献。第三点，今主日礼拜后要审查本会主女的奖学金名单，请奖学金评审委员留步参加，就是长老以及主日学校的校长，佮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吼。来查看小朋友因的成绩单。第四点，今主日礼拜后，妇女团契要召开会议，请咱的干部老部来参加会议。第五点，本会敬拜赞美甲青年团契举办2天1暝活动营，时间是10月7日，要来的拜5到过长工的拜6。地点伫南投，请有报名的伫要来拜5早起8点伫教会集合出发。第六点，10月19
本会主日学纪念主日上午礼拜，由主日学小朋友来带领，下主日主日学小朋友全部爱留落来彩排吼。午餐有披萨，彩排完成会联络家长。第7点，下主日10月12有会计报告，9月份会收支扫目，佮举行10月份的庆生会。上星的名单，我简称省略有马雅慧、刘美玉、刘恩琴等生日快乐，愿主祝福，福杯满溢。第8点，下主日礼拜后要召开定期的中集会、研讨、感恩节、圣诞节社区报佳音，以及教会圣诞节布置，敬请中集准备议案出席参加，也请关心大岛。第9点。恭贺本会林凤静长老、黄静华长老娘的千金林嘉温姊妹甲孙家俊兄弟定伫10月25伫本会要举行结婚典礼，咱等下礼拜后因也要请大家来食鱼饼。第10点，会员大会有公告，2026年中文教会第18届的中集当选的名单如下，我依愿简称省略。长老有黄志强、黄明勇、林凤静、黄丁守、柯玉昭、岳东梅等6位。执事有郑明渊、黄静华、聂秀琴、李玉哲、麦雅慧、李敏秀、王雅玲等7位。11点。请各部会甲各团体自行召开会议，研讨明年2026年度有定的圣工计划，10月底来完成，以利配合教会整体的事工，并且关心大岛。咱看周报页表面吼，12点有本会2025年的团契会长干部名单如下：妇女团契会长李敏秀副会长甲领袖是岳东梅，会计麦雅慧，书记陈延如，总务有李佩珊，商人团契会长刘主义，副会长洪水印，会计李敏秀，招待历秀月敬拜赞美，团长有林凤静，副团长甲书记是买雪茹，会计黄静华，出纳郑明渊。有普务王亚玲吼，主日学的部分有校长刘美仪，副校长聂秀琴，会计王雅玲，书记陈玉梅，教务主任是张博维，社青组会长陈志信，副会长是买雪茹，会计是黄恩婷姐妹吼，学青组的会长有王家乐，副会长。张家恩，书记张博维，活动是林浩宇、关怀、杨仲成。以上干部首长愿主祝福因的服侍，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。13点，感谢吕宏毅弟兄有捐赠本会一台脚踏车，要互教会来使用，愿主祝福伊的奉献。14点，下主日的正道。讲师是陈锡安牧师，圣经是伫历代志下33章第1到13节，题目是玛拿西王。15点，拄则老主长老有爱我报告吼，咱的兄弟洪水印的囝，目前住院伫荣总的病院，因脑部有肿瘤，需要来开刀，现在伫昏迷的当中，请为这个事迫切来祈祷。求主来医治甲怜悯，大岛的事工，无论拜一到伫礼拜日，咱拢会通为着这个项目来祈祷、来守望吼。有特别提名，就是为着病兄的、年长的、心灵甲生活的，咱也常常为着这个人来提名祈祷。咱的教会这个奉献的名册，若是有错误需要更正的。请用咱的会计李敏秀执事来更正。我来报告今仔日的奉献。
月顶奉献有17个人，钱额48000块，感恩奉献13人，15500块。为建堂奉献有11个人，17500块。为敬拜赞美团奉献1个人500块。奉献的总价拢是81500块。这是咱起立来念奉献诗。请坐，咱这是长首长老要来补充报告吼。兄弟姊妹，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。这个时阵吼，我来大声来介绍两位来宾吼，就是这个咱家族的爸爸妈妈吼，就是咱的嘉恩伊的大官大家啦吼，未来吼伫这个拄则嘛有报告吼，伫10月的时阵要来咱的教会做这个结婚的典礼。伊的爸爸的名是叫做孙建龙兄弟，甲伊的妈妈是陈素琴姊妹。咱请起立，咱拍拍甲因欢迎一来，欢迎恁，感谢恁做伙做来敬拜阮的上帝吼，请坐，咱等一下吼，伫咧拜煞，咱会当甲伊做真好的交易吼。来，第2项就是咱今仔是咱的双联纪念主日，咱教会拢会安排这个来发这个敬老金吼，代表咱教会对遮的长辈一个敬意。咱等一下吼，咱有要来分一个红包互因吼。我来念遮的名吼，我来念遮以上的兄弟的名吼，有林兆成、陈淑安、罗金车、谢安南、谢丽珠、黄文礼、肖桂勉、刘子义、狄秀国、吴玲芬、杨丽香、柯宾汉、白素贞、吴秋莲、黄银华、洪水印、张素丽、叶梅莲等18个吼。咱未颁发这个礼物进前吼，咱请咱的陈牧师为着咱遮的所有的长辈来甲咱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吼。祈祷了，我再来颁发这个礼物互咱大家吼。来，咱请陈牧师。请恁出来，遮互伊做，安尼较会愈近吼，祝福会愈赞吼。来，咱方便的，咱遮70岁以上，拄则念着名，遮的长辈，咱拢来头前即个所在。陈牧师要来为着咱来祝福祈祷，来恁来，较勇敢的吼，我嘛70岁啊哈，阿嬷来，互咱看一个，互大家甲恁祝福。一条路互我行出来，你较出来俗啊！平安啊！上帝甲你伫地哦，嘿，来，好来，三甲来祈祷。奉主耶稣的名，上帝你的大恩典要甲阮遮每一个长辈三甲伫地，主因拢是你的宝贝仔囝，当因欢喜来到伫教会做礼拜的时，不在因年岁几岁，乃是因为上帝你恩典的记号伫因中间。上帝你要大大祝福，互囝仔每一个来到伫你面前的。因真正拢有你恩典的记号伫因的身上，包括我家己甲我的先生。主耶稣，我恳求你，我将这个长辈一直拢交代伫你的手中，不在阮几岁，乃是我要甲你求一项。伫年岁哪加天的时，我要疼心哪加天，
我们信心哪加添，我们听主的心哪加添，我们行路哪有快乐。主，你互阮遮的长辈永远有一个稳定，无论阮食啊几岁，阮拢无要倒伫门床防输防，阮要勇敢啊，互阮的骹骨有力啊，就是有软弱的，你也要勇壮伊的骹骨，互伊伫生活的中间，伫我年老的时活了足有尊严，啊，真正也常常充满了感恩甲感谢，啊，伫因的细囝徛起伫无共款的所在，拢共款有你稳定的记号伫因细囝的中间，当因细囝有上帝的照顾。或者是士大人，就无后顾之忧，会专心搁较听主啊，因也无袂记哩。做长辈的常常为着阮的细囝祈祷，因为士大人的祈祷是大有权柄的。上帝你的大能力透过父母的祈祷来祝福伫因细囝的中间，所以一摆搁保守阮遮的长辈，特别伫年老的时，因出入保守因平安，骹骨有力。啊，互因无拄着外来的攻击，啊，互因伫年老的时，真正自由到上帝的殿。因常常甚至也搁主的疼心，看见需要的人，因若讲一句的祝福的话，迄个祝福就到伫对方，因欢喜，安慰就到伫对方，互阮也搁伫年老，会当互主用，诚做人的祝福，是人的安慰，是人的鼓励，是人的扶持。特别伫阮年岁食到较济岁的时，我们有更多的看见，阮搁较有方法，看见。去分析人的需要伫倒位，啊，阮会当诚做因的帮衬，所以求，互阮无看轻阮家己几岁，就是有人需要，阮也搁要互主用，诚做祝福人的人，伫你的面前将这长辈拢交互你，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教会吼，啊来送一轮啊，这个红包，啊来祝福遮的长辈，来，啊，好好，好好好，好了解，啊 OK， 红黑老妇女团契好 OK， 好，收掉。来，啊，伊这要甲咱做一个报告吼，来。各位那个兄弟姐妹平安，我来报告一下，就是我们有举办那个青年有举办那个教会的 logo 的设计竞赛，那我们要在今天来做一个颁奖。那在开始颁奖之前呢，我们要首先感谢，就是我们这一次有分2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我们邀请3个评审，针对我们的主题意象以及整体的美感，还有那个应用的延伸来做评，就是请他们拨空来帮我们做一个评比这样子。那我们邀请3位的评审有我们的志强长老，然后还有我们的静华姐，还有安德弟兄。我们请他们来台前，我们有一个感谢状要谢谢他们。我们请牧师。
特地拨时间来帮我们做一个评比，这样子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颁发我们这一次的佳作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佳作的那个，对，我们的佳作这一幅叫做《尊神爱人》，然后这个作者呢，我每天都会看到他很用心、很努力的在创作他的作品。那这个作者就是我最漂亮的妈妈，我们的雅琪姐妹。那么一样，请牧师。然后等一下讲。这边还有一封是就是那个评审针对他的作品的一些评语，这样子一些建议，然后我们也一起给他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第2名跟第3名，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作品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2幅作品呢？其实他们都跟海洋有关系，有海浪，然后又有船，然后还有水母。那这2个作者的关系呢，也有一点点也有点亲密。他们最近呢，刚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啊。讲到这样子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了吧？那我们就请这一对贤伉俪，我们一起出来吧。好，那2位呢，就是第2名跟第3名。我们的第3名是我们那个自信，他的作品是透明纯洁的水母。那第2名是我们的梦圆，他的作品是有主在我船上。好。然后我们的第2名跟第3名他们都有奖金，那第3名的奖金是1000块，第2名是1500。好，那我们一样请牧师帮我们颁奖。对，然后后面都有那个评委的建议，回去可以看一下。对，谢谢他们。好，最后我们要来公布我们的第1名的作品是《十字架之光》。那这个《十字架之光》呢，是由我们很年轻又帅气的一个鼓手。讲到鼓手，大家应该就猜出来是谁了。那我们请我们的浩宇。对，这个《十字架之光》就是由浩宇创作的。那我们第1名的话会获得2000块的奖金。那我们要请牧师帮我们颁奖。好，谢谢。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那个青年的 logo 的设计。那也很感谢大家，就是踊跃的来参与这一次的活动。那希望下一次如果青年有举办类似的活动的话，邀请全教会的人，我们一起踊跃来参加。那也很谢谢大家，那也请大家继续为青年的事工代祷还有奉献，谢谢。今仔日做礼拜实在真欢喜吼，看到遮尔侪人拢有奖金通摕，实在真欢喜吼。感谢咱的主，咱这是来吟上营的每遍诗，圣诗514首，514首。当要散花，求主祝福；当要散花，求主祝福，互阮心中上快乐，大家结连亲爱互助，欢喜军队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对主脚步，经过旷野主带路，咱起立来吟全首，是请小牧师来祝祷。
将我头世间。阿弥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阳光遍照恁，也用慈悲款待恁。愿耶和华常常看顾恁，因为恁欢喜尊主最大，恁欢喜照上帝的旨意行。就是过去有咱的失败，有足济的犯错，有咱的软弱，总是咱欢喜悔改，倒来到主的面前的时，上帝的恩就甲咱伫地，伊要甲咱三脚同行，伊对伫你的拣选，对伫你的祝福，对伫你的带领甲扶持，永远拢袂自长，是对即世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就是